由舉國和八國引路，伐蜀就是順勢而為，應勢而動，所以必須得伐蜀。公函，公函，言之有理。伐蜀，伐蜀，是公函还是伐蜀？这要权衡两者之间的利弊。一定要伐蜀。孙子自取其辱，说算胜，少算不胜。在下看张相急言公函。公函的有多少个了？公函的有13个。伐蜀的呢？伐蜀的只有5人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公子季12字上都得到更多的好处？老伯，既为大秦谋得实力。你認識老伯嗎？當然認識。好記性啊！老伯是你娘親的摯友。公子等一下，你看看。蜜豆，公子喜歡嗎？那咱們倆找個地兒吃去。好，走，慢點，慢點。久戰民貧，尚不具備即刻一統天下。哎，手伸出來。增強國力，這二者孰有節，纣不亂，一攻一伐，用兵不傷眾，取其地好吃嗎？可廣域道義上。你看這裡是不是很熱鬧？伐蜀，一定要伐蜀！他們好有趣，像樹上的鳥，每日從天明吵到天黑，下一日再來接着吵。這裡的人就像流水一樣，得志了就出去做事，不得志了就留在這裡。你看嘰嘰喳喳的吵嘴。那老伯是得志的還是不得志的？那公子既然在這裡遇見老伯，可見老伯是不得志的。老伯大器晚成。大器還晚成，哈哈哈哈！那老伯就借公子其言，啊，你看老伯盼得志，頭髮都盼白了。眼下有個機會，不過要看公子肯不肯幫老伯了。你是來投注的吧？那你想好了沒有？是要公函還是伐蜀啊？沒有。公子若是投注於公函，那老伯就有可能得志。哎，怎麼了？這蜜豆壞了，繼而不吃了。壞了？沒壞啊。好啊，你是不想說了，拿蜜豆來做託詞，對不對？吃了老伯的蜜豆，就不能用自己的心去下注了，不值。好，說得好，你果然是你娘親的孩兒。吳兩國一貫善變，是否願意與秦國為友？是否能夠出兵？有一個14個了。還是疑問，尤其是張相公函的這些諸侯國是否臣服，很難說呀。你們兩人今日到四方館投注，都投了哪一邊？兒臣投的是公函。為何是公函？兒臣在四方館看到側室們大多主張公函，而前往投注的人也多將竹籤投進公函的箱子裡，這說明人心所歸，為道與義。繼兒呢？兒臣投的是伐蜀。為何投伐蜀？因為兒臣看到有太多的側室們主張公函，而大多數的竹籤也投進公函的箱子裡。所以你要反其道而行。父王不明白。繼兒看過父王與娘親下棋，娘親總說人人皆知的棋路，你的敵手也一定知道。繼兒的意思是，打仗要攻其不備，出其不意。如果人人皆知的路數，反而做不得，因為你的行為都在別人的算計之中了，對嗎？你過來。
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是谁人教你的？无人教我。不是你娘亲让你这么说的吗？不是，娘亲说让我用自己的心去下注。